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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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玉珍啊，你安尼看起来足水的呢。阿双兄，多谢你。玉珍啊，这束衫你有介意无？有介。有介意就好。时间无早吼，你赶紧去参加舞会吼，好好佚佗吼。玉珍。这束衫吼，是我专为你做的啦。你好我珍惜。我会。希望伊会发现到。你哪会伫遮？阮朋友带我来啊。既然就来啊，你若无落去跳舞，甲你一个人坐伫遮。我袂晓跳舞。哦。啊，若遮尔啊对我好，你嘛来遮？阮朋友叫我来。啊，你若袂落去跳舞，你落去跳啊？我本顶嘛想要落去跳。也毋过，我看你家己一个人坐伫遮，我想要踮咧陪你。玉珍啊，这位是？伊是。我请你跳舞好无？呀，呀。
你是啥人啊？我的金锁片无去，敢唔咱去买遐嘞？袂，我一定要等下找。哎，小等，你即马转去，拄好叫警察来。迄金锁片对我最重要，我一定要等下找啦。无啦，玉珍啊，你即马倒转去，叫你也当免怎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倒转去找啦，好无？你要去倒？找金锁片啦。玉珍啊，你先等住等下啦，啊，不管我找有找无吼，我一定跟甲你讲啦吼。照这个时间来讲，舞会嘛应该结束啊。唔知伊有发现迄张批，若是讲吼，伊有发现迄张批，伊心肝内会安怎想？伊敢会接受我？啊，若是讲哦，伊无发现，我是要安怎？阿山，你真正有够戆嘞！你为什么哦，无爱亲嘴来讲就好啊？你创啥写迄张批啦？你知影无？即马阁有一个周嘉明来甲你竞争啦！啊，万一你若手输伊哦，你会怨他一世人哦！你这戆大呆，戆大呆，你够戆你！我看，世间第一戆的啊，应该就是我。玉珍啊，叫你莫参加，你就要去啦，拢唔听话啦。啊，你看，啊跳节目互警察安尼用啦，啊明仔一报纸唔知刊出来无？啊万一刊出来，哎呦，啊老爸老母的名人拢伫顶悬，啊咪见消息。阿母啊，你莫想遐济啦，代志无遐尼严重啦。玉珍啊，玉珍啊，玉珍啊，周大哥有找着无啦？阮四个拢找过啊啦，阮两个共款拢找无啦。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玉珍啊，你哪着急啊？我会记得我特别送你金锁片的时阵吼，你都遐尔生气，啊你即摆哪会需要买迄个金锁片啦？感觉金锁片对你足重要。好啊啦，莫搁讲啊啦。玉珍啊，我是要来。好啊啦，我拜托你先转去好无？好啦，我先来转啦。是的啦，今日原底我是想讲吼，要你带你佚佗，互你较欢喜咧，结果煞害你放弃物件，搁你惊着。我来走啦，阿嬷，我先来走。这位是，啊，你哪搁伫咧遮啦？我身上有你要伫的物件，什么物件？这是你的金锁片。啊，拄则恁两个去找过，周大哥嘛讲无找着，谁那金锁片会伫你的身上？我知影，伊甲伊，假使我若是去甲伊讲，安尼我就无机会单独甲你讲。你无会甲我说多谢。多谢你。我腹肚做枵的，还袂食暗顿。你敢袂当甲我去食一碗面，都当作甲我说多谢。哎，咱今日食咩啊？啊，你要食啥物？后家，那我杂菜面，豆瓜豆皮切一份。哦，对啦，我遐面哦爱菜咸。啊，小姐呢？因免。你若替我点杂菜面啊，我讲我面我参香。你若无爱勇敢，这位先生，你若遐了有自信，自信，啥意思？就拄则，你毋管我有答应无答应，就甲我叫出去跳舞。
啊，搁搞我手机去甲你揽着。假使你若无爱，你会用拒绝？有金，你号做有金对无？啊你咧，我到即马阁毋知你叫啥物名。应该互你知影的时阵，死到你都会知影。咪来哦。食。是你请的，你若无爱食死狗，你赶快嘛要出钱。头家，这钱互你，这有够你食10碗，算是我请你，甲你说多谢。小等下，明仔载我会去找你哦。事事拼输赢，行行赌性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第一名。讲生命，提出心心一定赢。姐，头家娘。头家娘，搁有房间无？有啦有啦。哎呦，死啊算，你搞聪明。头家娘，我甲你讲算笑的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啦？有金有地无？你来。啥？啊，你毋是大家会找着金啊？啊，就那甲你传拜拜同款，啊，今仔传什么？无。无啊。就今仔今日无用啦。无啦，头家娘，拜托一个啦，拜托一个，后纸我一定保护你啦，哈。哎呦，你该讲算笑啦，就今仔在后壁。多谢头家娘，多谢头家娘，我就知影哦，你做人成功，生意一定足好诶。多谢。别啦，唉，戆大代志。有金，有金。阿爽兄，你找我。有金，你伫洗衫呀？是啊，我就伫洗你昨送我迄领礼服啊。有金啊，你昨的舞会有我算无？有啦。我看你的表情哦，一定足好耍的。有金啊，你穿迄领衫有舒适无？有啦。我都知影足舒适。有金啊，你有介意迄领衫无？有啦，我足介意。你足介意？有金啊，你穿迄领衫，你有啥物感觉无？啥物感觉？你无啥物感觉？你真正无啥物感觉？无啊。阿爽兄，啊你今仔怪怪哦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啦，玉晶啊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啦。古早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真爱一个战士，也毋过，伊拢毋敢甲迄个战士讲伊介意，迄个战士哦，就要去烧钱。迄个查某囡仔，伊就偷偷写一张批。但迄张批填喺迄个战士的战袍内底。啊是安怎？伊袂甲批直接摕互伊？我嘛是安尼想啦。迄个查某囡仔哦，伊惊歹势啦。最后，迄个战士
证死啊！到上后尾哦，迄个证书阁毋知影，伊个证包内底有迄个查某囡仔写好伊的迄张被。约定啊，这个故事有可能无？阿爽兄，你若要甲我讲这个故事，这，头家娘，有真有伫无？为个是你哦。你到底是啥人啊？你要带阮查某囝出去，你嘛着爱经过我同意，参就昨暝啦。你无声无说，就甲带出去，阁遮尔暗较倒转来。哦，我是个死大人呢，你一点仔礼貌都无。我即马无要带玉珍出去，我甲你讲一下。哦，这个更较奇怪。玉珍啊，玉珍，尤大哥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，我来换一束衫，你等我一下。我伫外口等你。阿爽兄，你讲的故事哦，足好听，也毋过我有代志要出来办者。你根本都无法的嘛！咱毋是讲好要出来行行，你哪带我来庙啊？因为来遮，我的心肝会较平静，尤其是甲你出来。是安怎？因为你予我真大压力。我敢有遐尔啊恐怖啊？都亲像昨咱伫咧食面的时阵，你啥物拢替我决定好啊，从来都毋好有人安对待。哪有无人安尼对待你？亲像你伫厝诶食饭啦，食啥物菜，毋是恁阿母决定的，敢讲恁阿母嘛有互你压力？你讲话敢袂用较正经的？哦。你敢知影这号做啥？这号做光明顶。爸母希望家己的囝儿逝世会当平安健康，事业会当顺遂，所以才会伫遮安光明顶。要无我就绝对无可能啊，因为我阿母袂安尼做。要毋过你就唔讲。我看会出来，恁阿母足照顾你，嘛足关心你的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友好恁阿母，知影无？安尼有关正经无？事事拼输赢，行行赌性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心志，甘心命，提出信心。你要去对啊？我无想要甲你啰嗦啦，我要买香拜拜。等，正经话我是袂晓讲啦，要无这款代志，我还要做，我来买。我甲求真的命。来，头家你等啊？头家娘今有较好。头家你出去啊呢？哈？伊出去啊？啊是去倒啦？头家你无讲啊。来，小妹。你身体无爽快，你若要安尼出去吹风晒日啦，来，再坐。我的身体无要紧啦，我只是去拜拜添一点仔香火钱啊。你要去拜拜，你无甲我讲，我他妈载你来。你公司的代志遐尼多，我无想要麻烦你啦。
但哪有啥麻烦的啦？我今仔才咧想讲吼，等我着要去上班，啊，你家一个一厝，我也真袂放心哩。我想讲要请一个特别看护来照顾你。做非常之棒而不变，目的有细小问题即变，空误在。敬请明仔载暗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但是一成言。是红声，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，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，无论是半山也过岭。